點解有啲人越忙越亂，有啲人越忙越清醒？因為佢哋識得一個關鍵動作：自救。當你察覺到自己狀態唔啱嗰陣，其實已經係警報響緊。但係好多人選擇繼續硬頂，結果越陷越深。情緒就好似手機電量，你唔充電，淨係消耗，遲早死機。自救就係你幫自己插翻條線，唔係等人嚟救你。過度糾結轉牛角尖，本質上係將自己困喺一個情緒泥潭入邊。你以為自己係諗緊嘢，其實係喺度內耗。呢種狀態最可怕嘅地方，唔係你做錯咗啲乜，而係你明知唔啱，但就係拖住唔肯放手。人生係長跑，情緒管理好難，但係最有效嘅方法唔係靠人哋點你，唔係等時間沖淡，而係自省自救、自我調整，放低不切實際嘅期待，精簡無效社交，專注自我提升。呢啲先係真正嘅成年人自我管理。你俾邊啲人邊啲事消耗太耐，你嘅能量場就會跟住落。記住，你嘅能量場決定你嘅生活狀態。當你開始優化自己，唔再對錯嘅人抱期望，唔再為無謂嘅事糾結，你會發現好運都會跟住你。因為所謂好運，本質上係你狀態好咗之後，自然吸引翻嚟嘅結果。關注 Jackie， 用生死現場嘅救護思維，教你做好人生嘅情緒風險管理，及時自救，先係真正嘅自由。